带来这一首歌。你是否是洪小姐？想家来自吸引力乐团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台北，感受不一样的气息，不一样的空气，只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只是不能放弃。我是很诚实，不一样的工作，不一样的皮肤，不一样的努力，不一样的歌曲。这是台湾主语，他也和这首歌曲。下问题了，在哪里又会往哪里去？地马如我是门来是来，是来到比台湾来。那玛雅加努瓦克。绚丽的出马，地马如我是门来是来，是来到比台湾来。什么那说，无力呀爱怒说。啊嘿嘿嘿嘿，地马是门来是来，地马的是门来是来。什么来是来？地马如我什么来是来？地马如我什么来是来？地马如我什么来是来？
它中间有一段歌词就是“地马如啊什么来去来”，就是一直在问谁到底在唱，到底是谁在唱歌？我们明年要发专辑。